我们这几天的儿童营啊，就是让小朋友呢能够透过这个浪子回头这个故事啊，来明白，如果你有不同的选择，你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那我们这3天里面，我们有演了3出戏让小朋友去看。那3出戏总共有3个不同的选择点，一个呢就是执迷不悟，就是一个是明知故犯，就是他知道错了，然后他也去道歉悔改，但是呢，他又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了这个错。每次犯了错之后呢，他又回头来选择来道歉，然后来认错。然后第2个选择就是执迷不悟，就是他已经选择错误了，但是呢，他就一直错误下去，到最后就陷入那黑暗的深渊。然后第3个就是他选择了在错误中呢及时回头，然后让他的人生呢重新获得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历练。那我们小朋友呢，在这出戏当中呢，就是让他们明白，在你面对一些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的诱惑，那当你在面对诱惑的时候，你要做怎么样的选择？那我们3个选择的故事讲完之后呢，我们呢就在我们的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就有这一则浪子回头的故事，来让小朋友呢来做一个演出。但是呢，他们很厉害，因为这出戏昨天下午才排1次，今天早上又排第2次而已。所以如果这中间呢，小朋友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呢，都是要给小朋友一个很热烈的鼓励，代表他们呢，算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成果。那我们现在来问一下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还没？那你们还要多久呢？太久啦，没有，再给你们10秒钟够吗？够哈，好，我们现在开始，好，开始倒数喽。主角要准备好喽，来，10、9、8、7、6、5、4、3、2、1。到了这小麦收成的日子，家里总是特别忙啊。真是感谢上帝，让我的土地肥沃，一直有好的收成，哈哈哈哈哈哈！哎，主人，那个麦子收好了，就等着您去点算了。好，我马上就过去，顺便去帮我找那2个宝贝儿子，一起到仓库。好的。我的2个乖儿子，来帮爸爸点算一下麦子吧。我们得快点分送给村里的人，好让他们可以度过这寒冷的冬天。好的，爸爸。那我就负责第1个仓库的麦子吧。1、2、3、4、5。点麦子？为什么我要点麦子？这些事给仆人做就好了，而且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吗？亲爱的爸爸，你看看城里的那些商人，赚了大钱就享受生活，多不好啊！而我这智商破表、帅气逼人、读书破万卷的 Smarter， 居然只能留在这小村庄。难道在这里过着这衣食无缺的生活，有那么多仆人服侍你？我看
村里的人大家也都和乐相处，这样不好吗？爸爸，都什么年代了，哪个有钱人不出去闯荡一番的？我看你就把我该得的家产分给我吧，好让我去开开眼界，享受快乐。唉，我的儿子啊，你好吧，你拿着你该得的走吧，凡事小心啊。最近真是生意兴隆啊！有几人哦都来这里挥霍，真是好谈。对啊，老公，这世上的傻子越多，我们就越赚得越丰富哦。哇，我最爱钱了。老板，老板娘，我们带了一只大肥羊，刚出社会的小毛头。好好照顾我们一下哦。没问题，没问题。哎，老大，这家店的东西好吃，酒好喝，特别带您来这里坐坐。等会还请您好好招待我们这些当小弟的。当然没问题啊，吃什么喝什么都算我的吧。哎呦，大老板，欢迎来这边坐。要吃啥？尽量点啊！是，大爷，哎，帮大爷点菜啊！大爷呀，呢，我就先跟你收一下钱。这些食物啊，你食的吼，尼加起来吼，无贵啦，2万块。哦，好。老板这些酒啊，总共4万块。好。迄个包厢的费用哦，还有那个服务费哦，无济啦，10万块哈，来10万块。10万，怎么那么贵啊？贵啊，老板怎么会贵呢？刚好而已啦。看在你第一次来，又刚好周年庆，打了折，还去了零头呢。我钱不够哎，钱无够，你讲算笑用啊？我的钱真的不够啊，钱无够，来啊，我拖出去打啊！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值钱的东西拿来卖啊！是。我好饿，但是我又没有钱，我该怎么办？能给我一点食物吗？没问题啊。看你穿成这样，你有钱吗？没有哎。那你还有什么食物啊？赶快走，别妨碍我做生意。能给我一点食物吗？没有问题。但这是我们是高级餐厅，你消费得起吗？我以前很有钱呢。以前很有钱，那现在呢？现在
我没有钱。哦，那还想来我们餐厅吃饭？赶快走，别妨碍我做生意。这些猪还有东西吃，我却连一点东西都没得吃。不然你们分我一点吃好不好？你们没有说不好，那就当做 OK 咯。怎么会这样？唉。真的，怎么会这样？当初跟父亲要的钱都没了，手表、戒指也被拿光了。我好累好饿，早知道就不离家了。现在怎么办？这里好暗，好冷。我好想念爸爸，好想念我家里的温暖和平安。我回家去恳求爸爸，他一定愿意让我当个雇工或仆人的，至少吃得饱，穿得暖。哎呀，爸，他不会回来了，别等了。就快到了，已经那温暖的家。我没有脸见爸爸，我该进去吗？爸爸会不会生气？我该怎么办？那不是我的儿子吗？儿子啊，爸爸，真的是你啊，爸爸，我对不起你，我不该将白白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我不配当你的儿子。回来就好，不管外面遇到什么困难，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而我也永远爱你。哎，爸爸，他已经分家出去了，怎么还这样说呢？大儿子啊，你又何必如此生气呢？你的弟弟是我失而复得的啊！仆人们，把那上好的衣服、鞋子让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并且宰杀最好的牛羊，我要庆祝这失而复得的喜乐。谢谢爸爸。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太空台印哦，各位好，你姐妹平安。好多啊，刚刚那个是儿童版哦，咱今嘛编一个成人版，继续来看
这个盖有名的一个比喻吼，耶稣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很有名的比喻吼，浪子回头，路加福音第15章。路加福音其实有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失羊的比喻，羊仔无去啊。第二个比喻是钱无去。咱今日的经文是第三个比喻，什么无去？人无去吼。好。咱的细囝，我们的儿童哦，我们小朋友已经演过一次，咱大概知影迄个故事的内容吼。不过有一寡细节咱会当讨论一下先别问大家一个问题，放伫心内唔免回答。如果上帝对罪人好，安尼我的义有啥物路用？这个问题有清楚无？如果上帝对罪人好，安尼咱的义有啥物路用？这个问题有没有很清楚？清楚。我没有让你回答我是说问题问得清不清楚？看到小朋友就说，如果神对坏人好的话，那我当好人干什么？如果神对坏人好，我当好人干什么？如果神对罪人好，安尼我的义有啥物路用咱即摆要进行这个比喻的进程咱要做伙把这句话刻伫心内故事讲，某人有2个囝，2个囝，伊要分财产。各位小朋友，你们听分家产犹太人有一个规定，大囝多一份。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小朋友，大儿子要分几分之几？怎么那么快？马上就算出来。小儿子1/3，好。一般来讲，财产但是会分爸爸过身还会分对无不过有的迄个时代跟咱即摆同款，有的感觉伤麻烦在生的时阵伊就先分嘞不过这是在于爸爸的意愿，无迄款囝在要求先分的啦所以这个故事是迄个细囝。那个小儿子要求伊要先把伊的份退去，安尼是偌济？1/3，伊就退去退去了，过几工伊就款的全部拢款的，就出外去创啥？台语讲伊伫遐伊一个所在伫遐放荡，毁坏伊的业如果用国语讲，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那盖者英文版的翻译我甲翻做中文就是，伊伫遐浪费伊的资产，过一款放荡的生活，这样有清楚吧？我要叫你看清楚因为等一下上尾咱要比较一下小朋友也可以一起看等一下，我们后面要做比较结果怎么样？等伊开了的时阵，佫拄着大鱼鱼，啥物叫鱼鱼无味通食。拄咱的小朋友欢喜的时阵，这个人无味通食，食啥物？伊去市边想要甲鱼仔手食米，佫手无鱼仔手较紧即阵来有一个提示对犹太人来讲，鱼仔是啥货？无清气的动物，这对咱台湾人来讲，袂肉。各位兄弟爱食猪肉无？卤肉对无？这有赞台湾人食猪肉做正常，不过犹太人认为，若四肢歹
如果是4只脚的动物，有一个规定，伊就爱吼，伊的蹄在嘛，爱分开，搁爱反刍，吼，要倒脚。这款的动物，伊较当作是清气的，较会当食，吼。猪仔无法度，互当作是无清气的，吼。所以伫犹太人，牛、羊对因来讲是清气的，吼。这无清气的动物，这个细囝伊是犹太人，伊竟然去饲这无清气的动物，你就知影伊的生活已经到一个坎站，这可能啊，走无路啊吼，连猪仔伊也敢懵吼。好，伊无物件通食，伊煞醒悟，醒悟过来，伊讲啥物？伊讲我这是天，我这是阮老爸。我讲我要转来甲阮爸爸讲，我得罪天，我也得罪你。对答了后，我袂堪你称呼叫做你的囝儿，我要转来做你的长工，长工，这是伊讲的吼，伊心内想，伊讲阮老爸厝里有遐尼侪财产，遐尼侪食米，我伫遮咧甲猪仔咧抢物件，伊讲袂使，我要倒去甲阮老爸讲，爸啊，我得罪天，搁得罪你，我袂堪即成做你的囝儿，我转来求你，互我做一个奴仆。当一个仆人就好，当一个长工就好。结果他要往回家走，走着，圣经说，还到做远的时阵，伊老爸就看到伊啊，看到伊心内充满怜悯的心，就走去安怎？甲抱，抱下就一直甲亲，即阵。这个细囝伊就讲我要讲的话，讲爸啊，我得罪天，得罪你，打了后，我袂堪即成做你的囝。对啊，这你有看清楚无？敢有共款？拄仔伊伫迄个治疗咧想的时阵，敢是讲安尼？你无注意哦。敢是讲安尼，我甲下仔讲的，再写一下吼。下仔伊咧想，还袂转来进前，伊咧想的时阵吼，伊讲安怎？伊讲，我要倒去甲阮老爸讲，我得罪天，搁得罪你，打了后，我袂参即，成做你的囝儿。我想要创啥？做长工。伊转去了后吼，拄着因老爸咧甲真爱伊讲袂出来。倒一句无讲，做长工无讲啦，啥物意思？毋是讲伊无爱讲，是讲这个老爸用伊的行动，用他的行动，他成做啥物？是长工还是囝？囝，这个老爸无互伊讲出来，直接就吩咐伊的奴仆讲啥物？把衫摕出来。长袍，搁有啥物？戒指安怎讲？手指手指，下仔想要讲戒指手指搁有啥？鞋啊。长袍是啥物意思？做水的衫，代表一样是做尊贵的，手指，手指是代表啥？官兵，就是讲，这个爸爸若是甲伊的手指摕落来，放伫伊的囝的手，就代表这个爸爸的官兵拢安怎？保护这个囡仔毋过伊这毋是，这就是讲伊有这个做囝儿的官兵。第三，鞋代表啥物意思？伫迄个时代毋是每一个人拢有当穿鞋啊。在那个时代，不是每个人都有鞋子哦，小朋友，你们有没有穿鞋子？有吼。在那个时代，敢若自由的人会当穿鞋啊，你
你若是奴仆、佣人、工人，拢安怎？都没有鞋子哈，所以代表你的身份哈。无论是尊贵，还是官品，还是身份，拢咧代表这个人，这个老爸已经甲当做是啥货？兄弟啊！各位兄弟，而且我要评一下吼，我要分享，可能是你的经验，毋过这是我的经验吼。各位兄弟，当咱有当时做唔到代志，我们做错事，犯了很大的罪，你很内疚，你会想弥补，对不？你会想弥补吧？好，不要怎弥补，不要怎弥补。你做唔到代志，你犯了大错，在家里打破了一个妈妈最喜欢的盘子，那怎么办？捡起来，怎么办？啊？是不是捡起来，然后最好捡的时候割破了？啊，妈妈，我流血了。好，安尼是不是妈妈就袂甲你骂啊？是不是啊？打卡是不是？各位兄弟，有当时啊，咱犯罪，咱做唔对了后，咱会想要去弥补，想要互家己受苦，要得到别人的原谅甲接纳。我跟你讲，你唔知有这个经验无？有没有这个经验？近是2012年，哦，我差不多伫15天进前，我伫美国，我住伫美国。啊，我迄阵时阵犯一个足大的罪，做一个做唔对的代志，心内足艰苦，唔敢去做礼拜。啊，唔敢去做礼拜，我安怎你知无？我就逐天哦，毋是逐天，逐礼拜日、礼拜天早上哦，迄个所在是个落雪的所在哦。礼拜天早上，我就早早起来，啊，伫任何会友拢还袂去的进前，我就去遐创啥？啊，流涂骹哦，我都讲落雪啊，哈，去遐铲雪呀。甲迄个门吼，外口的道路拢铲到安怎？做前去的，啊了后我就安怎？我就转去啊，我唔敢去做礼拜。啊，即摆等大个礼拜做煞了后吼，我搁偷偷入来教会创啥？饼扫，伫遐饼本所洗便所，我拢唔敢去做礼拜。啊，我唔敢去做礼拜，我想要做这个代志。啊，我想要弥补我家己做唔对的代志。不过，各位兄弟，我安尼做到弥补着，有无？我安尼做，才会当因为做流涂骹、扫便所、铲雪，所以上帝就会原谅我，敢是安尼？敢是安尼？毋是。这个细囝，伊想要去做长工、长工，去做工人，要互因爸爸会当安怎？接纳伊、原谅伊，对无？是毋是？啊，毋过这个爸爸，伊并无互伊这个细汉囝来做长工，伊较要原谅。伊一开始看着伊要回头转来，伊就安怎？他就已经原谅他了，是不是？他就已经原谅他了。各位弟兄姐妹，我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儿子，犯错的儿子，犯罪囝，你是要处理转来一个囝，还是要转来一个长工？他听懂没？哦，你的处理你的家庭，如果离家出走一个儿子，很放荡。各位爸爸妈妈，你是望转来一个囝，还是转来一个长工？囝吼，转来一个囝，长工干嘛？可以帮你做事，对吧？所以，咱注意看这个比率吼，
到这为止，咱拢甲焦点放伫即个做唔对代志的即个细囝对无？哦，啊嘛放伫即个愿意原谅即个细囝的爸爸。啊，毋过其实即个比喻吼，重点是伫后壁。即个爸爸讲：哇，来欢喜，哦，来欢喜，爱安怎？爱抬牛，细只牛，肥肥的牛吼，啊来欢喜。啊，毋过伊迄个大囝安怎？无爱参加。来，各位兄弟，是安怎大囝无爱参加？我今嘛邀请你哦，每一个人拢变做大囝。你们现在每个人都是大儿子，然后你家有一个小儿子，把家产的几分之几拿走，1/3摕掉，啊安怎？开了，啊今嘛转来，你会欢喜袂？啊？小花，哦，去给你欢喜。各位大儿子，你们高不高兴啊？不高兴。尤其你看到你爸爸竟然搁安怎？摕手指，甲穿衫，甲戴手指，甲穿鞋啊，你会欢喜袂？袂欢喜吼。啊，搁较过分的是安怎？塞头小肥牛，还开 party。各位兄弟，你会参加袂？袂。会参加袂啊？袂。无爱参加的举手。好，来，看下吼，我相信侪人无爱参加。哦，你要参加，你有通食，你就参加。大囝讲出伊的理由啦，你想看卖啊？爸爸甲衫穿起哩，甲手指戴起哩，甲鞋仔穿起，代表这个就是囝对无？是。安尼代表以后会当分财产袂？会袂？会呢。啊，毋过伊之前已经安怎？开了啊！即摆本来是啥的？是我的呢，是本来是我的，剩1/3我的，这个你伫要搁转来手，会欢喜袂？会欢喜啦。所以，这个大囝就开始甲伊爸爸埋怨，看是安尼讲，埋怨吼，埋怨，他说什么？我予使遐尼济，我毋捌安怎违背你的命令，毋捌，吼，啊你的这个囝，你这个儿子吼，和什么？和昌进，把你的财产吞了，各位兄弟。啊，拄好我有叫恁真足看哦，讲这个细囝，把伊的财钱摕出去，安怎？安怎？毁坏伊的家业对无？敢有圣经敢有讲到娼妓？有无？圣经敢有讲到伊甲因爸爸的钱用了？哦，伊的迄份用了呢。好，啊，毋过伊大囝安怎讲？这个哥哥怎么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把你的什么全部开了。各位兄弟，你会当了解迄个大囝的心情袂？到圣经敢有讲到这件代志？无，啊，毋过伊甲因弟弟做的代志，甲安怎？伊甲放大了。各位兄弟，你若是大儿子，你会安尼袂？会袂？会。应该以为你是女的就袂哈。你如果是大儿子，我相信咱拢有这款的心理。吼，伊做歹，我就甲讲到更较歹。吼，啊，甲伊的弟弟吼。讲较歹，啊，甲啥人做比较？甲伊家己啊，伊是安怎？服侍做当，毋捌安怎违背命令。啊，两个囝，倒一个囝较好？各位兄弟，
两个囝，倒一个囝较好？大囝啊，哦，所以讲，啊，毋过伊竟然有肥的细只牛，啊，遐尼济冬以来，我连一只羊嘛无，哦。各位弟兄姐妹，公不公平？有公平无？所以上有资格会当来预备这个 party， 啊，上有资格，大儿子嘛，有道理无？哦，是这个乖囝，还是这个啊了尾仔囝哦？是这个乖囝，还是了尾仔囝有资格来 party 啊？各位兄弟，这是大囝心内咧想的，嘛是咱每一个人咧想的，对无？对。吼，咱拢大囝嘛，吼，我邀请恁做大囝，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心底拢甲这个共款吼。啊，毋过注意这个基本，这个 party， 这个庆典，这个爸爸开这个 party， 伊的性质是啥物货？庆生。伊是要为虾米开这个 party？ 伊讲一句话，啊嘛，伊讲我这个囝是死个我，啊失去个嘛必叫的，好，我这个孩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个孩子，因此，所以我要开一个宴会来庆祝，好，啊毋过，伊是要庆祝。有侪人愿意啥物？愿意悔改。有侪人愿意悔改。哎，小朋友注意听，只有他最专心。哦。前面两个比喻都是结束在说，如果有一个罪人悔改，伫天顶的天在。嘛要安尼欢喜快乐，拢是共即句，甲这共款，吼。所以咱要讲的是，即句话搁出来，各位兄弟，要请你搁想一下，上帝若是对罪人好，咱的义有啥物路用？那我就干脆怎么样？做坏人就好啦。是不是坏人可以 party？ 是这个故事是不是你讲这个意思？无这个故事是你讲什么意思？咱可能不是定会扮演这个细汉囝的角色嘛，吼。各位兄弟，咱家是了尾囝的野手，无啊，咱拢无了尾囝嘛，吼，拢不是吼。咱可能就是常常去扮演细囝的角色，啊，毋过各位兄弟，你要相信无？各位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咱常常是啥物？自义的大儿子，啥意思？这个人遐歹，这个人遐恶质，这个人遐苦，是安怎？上帝要原谅伊。是安怎上帝要求要接纳伊做上帝国的百姓？捌安尼想过无？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想过？你说旁边那个实在是猪头，哦，啊，毋过是安怎？伊嘛是基督徒。敢讲这个以后要甲我共款上天堂吗？各位兄弟，你敢捌安尼想过？啊，你讲啊，这个牧师做甲遐歹，连台语也袂晓讲。啊，这个敢以后要上天堂？上帝，你敢要安尼做？啊，各位兄弟，我们常常比较容易是什么？大儿子哦，下面这个，好。这个比喻，耶稣要讲的比喻，一个最严重的天气，就是讲，当一个理所讨厌的人，
伊愿意悔改的时阵，咱是要用啥物心态来面对？耶稣要提醒的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愿意悔改的时阵，伫天顶是会放炮啊，是会大快乐，是为伊来欢喜。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伫天顶是大欢喜的时阵，咱无愿意替这个人欢喜，安尼颠倒是咱无法度入去迄个 party。有清楚我咧讲啥无？有清楚我咧讲啥无？吼，如果有一个人，这个是你讨厌的人，伊做甲做无好的，伊竟然愿意悔改，活倒转来去面对上帝。上帝会因为伊的悔改，伫天顶大欢喜。上帝若大欢喜，咱伫地球竟然无甲上帝做伙欢喜的话，到尾是咱无法度入去即个 party、即个宴会内面，安尼顶倒是可笑的代志。咱三角来祈祷，每次祷告，重新祷告。阿爸爸上帝，我知影，阮四周围有侪侪有过失的人，阮四周围有侪侪犯错比阮更较歹的人。啊，毋过阮嘛清楚，你的疼，你的怜悯，时常对遮的人展开伊个天后。当任何人愿意悔改，甲你建立关系，伫天顶所有的天使，甲你拢是大快乐、大欢喜。所以阿爸爸求你帮助阮。阮嘛要甲你三角欢喜，来斗阵来快乐，为任何一个人要悔改。随望这个人，阮真正无欢喜，无介意。阮嘛要学习，因为伊的悔改，阿爸爸，我要甲你同齐来欢喜。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要是献诗，咱要请助理二学生要用感谢献诗，因为8月初8是父亲节，所以要先感谢大家父亲。